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伫昨昏暗时啊，新北市的沙定堡有一栋大楼倒去，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一个工地建案。新北工务局原底是规划讲，昨昏暗时啊，要甲190号3楼甲4楼拆掉，想要到另外一边184号这栋，原底评估是较无危险，煞向倒去。加在是无造成人员伤亡。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有去现场指挥，扩大疏开的范围。目前这个事件拢总是甲12栋的居民，也就是220个人撤离。到了。大户前目睭看到家己的厝倒去，真不甘内面的物件想要入去看，因过现场工作人员甲引导，可能经讲内面危险。袂使入去啊！你绝对袂当入去啊！真正你要相信我。新北市沙定堡区的6张街一间名梯，因为隔壁新建难伫咧施工的时阵，造成因的厝损害，昨暗突然间规栋倒来。因过其实伫咧日时看时阵，边仔建筑物就已经厝歪去。新北市长侯友宜代志发生了，随赶到现场，指挥所落来跳度作业。所有的责任我们会去追究，在施工过程当中是哪些所造成人损。那负责施作工程的业者一定要负起损害赔偿的责任。一个建案的建商伫咧镜头前会室内，讲昨早起8点外，伫咧挖地下室，因过地下的水位所达，甲因手头的资料无共款，差超过3公尺，造成施工过程边的厝损害，公益的赔偿也协助改建。监测的水位。跟我们的测量公司提供的水位，有落差3米多。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办法止住这场灾害。建造跟建商的部分还有施工厂商，我们都依照建筑法会开罚是9万块。市府本来是昨暗先要甲厝外正严重的190号3楼加4楼厝顶的违建拆掉，无想到讲一直伫咧灌浆支撑的184号，突然间伫暗时8点49分左右倒来。这嘛是扩大疏散的范围，对面的大户也先退到封锁线以外，性命要紧。虽然隔着一条马路，但是怕如果马路这边也塌的话，那我们这边也会一起塌。因为人数太多，那也没有办法说跟我们安排处理。大户赶着大包细包的行李，撤离到六铺活动中心，有人男做伙讲好加在名口袋，有人只敢若穿着衬托，拖着行李箱走出来，大家拢真着急。那你有朋友可以去做吗？这件意外总共撤离12栋66户220人，工务局继续伫咧现场监控，大户希望状况会当赶紧排除，互因登去家己的厝。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有一个关伫咧绿岛监狱的受刑人，叫做王天佑，昨昏下晡因为监狱逃走出去。暗时啊，监狱的人员巡逻的时阵发现讲，那像是因为天气伤寒，伊搁爬围墙啊，偷偷搁走转去，藏伫咧监狱职员宿舍的楼顶尾。目前是已经甲伊抓起来，那后续嘛通知警方移送地检署侦办。绿岛伫暗时冷风一直口，路的拢无半人，真侪店拢提早休困，民众厝内门窗拢关密密，因为绿岛监狱有一个受刑人王天佑逃走。绿岛乡公所希望乡民厝内门窗拢关起来，暗时尽量莫一个人出门。晚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因为人员脱逃的时候，很有可能为了食物或是什么会出来外面偷或是抢夺，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危及百姓的安全，所以我们就跟监狱也保持了联系。王天佑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伫绿岛监狱服刑。初6下昼，伊趁机会逃走，该活动人用无线电呼叫支援警力到3工，依然未恢解动。差不多20位警察由刑警大队长带队，对台东的护工渔港自海顺艇到绿岛到3工掠王天佑。绿岛有发生囚犯逃狱事件，那我们载运台东县警察局刑大还有分局侦查队人员前往绿岛，协助做搜捕的动作。绿岛警方伫咧岛上的港口、机场、街仔路，抑个空厝加强巡逻。绿岛机场并无封闭，依然正常营运。环境是加强戒号，避免王天佑坐飞机逃走。海巡船也出海巡逻。到暗时9点58分，监狱后面的人员发现王天佑藏伫咧绿岛监狱职员宿舍的厝顶，
联络支援警力到现场，保随来可能才顺利逮捕。警方讲，天气冷、海风炮，王天佑即个人穿雨满底裤，戴一顶碰西帽仔，敢若是因为寒假挡袂牢，结果家己并抢登去加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有一个歌星叫做曲君，伊的一底台语歌《运转人生》最近是真唱。想袂到即马煞传出年底的时阵，伊伫咧家人食酒赛车，去弄到2个白板的客停车司机，其中一个人是不幸救无倒来，而且过2天了后，伊才到案说明，目前已经去予警方移送法办。《运转人生》这首歌是戏剧插曲的歌曲，真侪人烧钱演唱的热门歌。MV 搁伫 YouTube 突破1000万加点看率，伊的 YouTube 频道包括出道以来所有的 MV 影片，观看数冲破2000万加。唱片公司搁特别为伊举办庆功音乐会。奇怪是谁一直打电话？对，是我在就是早上在休息的时候，我想说谁在打电话，就是我妈，我妈就说1000万了啦，我说什么？不过，事业交出好成绩的曲君，警方调查去年底涉嫌伫家人信义路开车下弄到2个白班计程车司机，调查了后随逃走，2天后才到案说明。事后其中一个抢救7天了后煞救无倒来。警方到场时，肇事者已未在现场，伤者男者经送医治疗。经警方查访周遭民众及调阅监视影像，联系车主循线查获驾驶人29日到案说明。警方已经以邱男涉犯刑法过失伤害及肇事逃逸等罪予以移送。因为其中1名被害者死亡，检察官已先于1月3日中午完成相验程序，已经分案展开侦查，后续将持续调查，还原事实。对于外界质疑是毋是牵涉到啉酒赛车肇事逃走，检方强调专案已经完成分案，会深入调查，查清楚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大陆冷气团辐射降温的影响，各地是寒湿湿，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的空气较干冷，水汽较少，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湿湿雨。今仔日平地上低温是伫咧苗栗的三湾，敢若4.2度；也若马祖规港的气温是伫咧11度至12度。中部以北、宜兰、金门低温是11度至13度；也若南部甲东半部甲偏湖是14度至15度。部分较空旷的所在，而且还有挖山区溪坎的所在，可能会到10度以下。今仔日日时会出日，嘛会小可较烧热。中南部的高温有到22度至24度，也若北部、东半部、偏湖甲金门是17度至20度。提醒中南部都要注意，早暗的温差也是较大。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是先大冷，到拜四时阵会开始落雨。到时北部、东北部较空旷的所在，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高山经过一暝飘雪，太阳能房顶也积极淹雪。天光了后，工作人员无用清除。高山北方气象站也雨雪砍掉的。抓算落雪时间是初6返点甲1点。透早站内积雪已经达到0.5公分，低温搭配水汽。冷气团报道，受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2暝低温感受更较明显。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冷空气的话，预计在这段期间的一个低温上来讲的话，包括甚至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落在13到15度左右。礼拜4到礼拜5，甚至在礼拜6的这一段期间，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下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候。这礼拜2波冷空气，第一波影响到拜3是偏大冷的感受，拜4搁一波冷空气接落来。强度更较强，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搭配水汽感受寒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这礼拜是寒湿湿，也若美国当咧落大雪，受到极低气旋的影响，大雪风暴即马扫入去美国，已经造成6个州目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6300万人受到影响。也若这场大雪预估会出现10几年来上低温度，也若落雪量嘛会创下纪录。
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堪萨斯甲密苏里发出当季的风暴警报，尤其70号州际公路以北的地区有暴风雪侵袭，至少积雪20公分。因为极地更热压层落南，加真寒的气候对北极传到美国中部，并且还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堪萨斯、密苏里、肯塔基、维吉尼亚、西维吉尼亚甲阿肯色，还有纽泽西州部分的地区，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伫当局接到真侪站车祸通报了后，讲开车民众踮伫厝内。堪萨斯州初5透早就开始落冰雨，并且有大细透蓝。有民众表示，堪萨斯市的道路看起来就亲像出冰中同款。另外有大货车、连结车等等伫结冰的路面驶的时阵失控。当局预测会有30公分的落雪，初5暗时了后，落雪范围会向东扩大到俄亥俄河谷甲阿帕拉契山脉的中部，初6透早到中大西洋花地区的北部。全美国已经有数千航班互取消，上万航班延前，陆上的交通也拢断去，学校停课，有超过30州，超过6000万人，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的威胁当中，除了可能造成大停电，能源的使用按算也达到冬季新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国健署统计。咱国每一年有新的移工差不多有6000人，不过有袂少人有新了后，就去互头家甲中人叫伊倒来离职，全咧无头路。根据劳动部的资料显示，有领劳保生育给付产业的移工，有要7成8就全咧结束契约，返去伊的国家。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地政司发布2025年全国公告土地限值是去4.88%，这嘛是9年来起上低。全国22个县市内底，以金门市起的幅度上大，有甲7.79%。那第2是桃园市6.34%，第3是台南市差不多6.07%。22个县市内底有8个县市是拢起超过5%。过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议会今仔日会3套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甲警察人员退休了后所得替代率提悬到80%。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调集协商，专属部部长施连杰表示，伊无赞成修法，而且讲若是修法了后，大部分的警察1个月退休金会比商务处长要搁较济，若退休基金嘛会提早2个月用了。国民党就批评讲，这是恐吓，想要制造公务员的对立。继续咱来看，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话讲要罢免韩国瑜，也个有国民党的立委，但是中是徛出来甲画支持。不过，民众党黄国昌就认为讲，这应该唔是政务委员应该讲的话，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就爱甲陈时中换掉，若无总预算案要通过，可能是真恶。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朝野协商了，最后一次，因为我马上就要被罢免了，所以请大家多多给个面子哈，气氛很重要。行政院顶日针对3套的宪诉法修正案提出质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了下昼召开党团协商，讨论多项法案。这也是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明发出上罢了后，头一摆甲韩国瑜相对面。动辄先机也罢了，胡言乱语也罢了，罢免是民之所期。没有一个人挡得住，所以这个是大势所趋，民意的展现。柯总召可能是很多天他没有休息好，精神上有些错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原谅他。柯总召该回家好好休息了。针对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初5出席南投草屯镇长补选造势，呼应郭建明发出2月初伊拼大罢免，不过将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随替换陈时中，若无总预算案审查绝对袂手软。陈时中的言行已经跨越了一个政务委员应该有的分际。台湾民众党党团会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立即撤换政务委员陈时中。我们不乐见，但它确实已经发生。在野党总是拿着预算案来要挟执政部门。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敢会当伫立法院议休会进行3读，又话唔知影。
加上立法院长韩国瑜18个带团去美国，拢增加压缩议案审议时间，其中军公告加薪无伫青沙一小，引起立院立委批评，那也卡中预算，当军公告加薪，那也立委反驳，连年来真少伫1月青沙一小，强调拢会对数，批评立院咧恐吓人民。连夜立委也回应，那真心凭军公告加薪，议会初7就爱互总预算删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因为经发生案甲政治献金案，搁去予法院羁押。即马以进前府选的干部出来压讲，郭文德甲钱摕对处理，也若募款的钱是交予陈培基来处理。也若陈培基伊是批评伊乌白做乌，会来甲提告。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加入去经发生拥挤案、政治献金案，搁一家去予羁押。过去的募款嘛去予质疑金流不明。进前做郭文德府选干部的医师柯富顺讲，伊看到郭文德甲政治现金早转去处理。也若选举的时阵做募款委员会执行长的陈淑心，伊嘛证实，讲募款的款项会交予陈培基，予陈培基是去一个伫人面册批评这两个人白白无念甲乌，已经请律师发准证信函，法讲要甲提告。这件事情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柯文哲主席之前被释放的时候不说，而在柯文哲主席即将要抗告，而且他再度被羁押的时候，才来这样子的泼脏水。过了10年以后，才配合民进党在追杀柯文哲，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针对柯富顺甲陈淑心提出相关的指控，陈志涵强调讲，万项拢会讲证据。毋过，这两个人挑工做恶的行为实在是真恶质。若是毋会实的，甲话讲互清楚，会连同民事甲刑事做伙来提告。另外，民众党甲国民党乌演，招民众11司法节迄一天去吉仔路甲总统热情着订高机。毋过，强调讲会延续国民党的意志，扮演在野党的角色。当民主进步党赖清德嫡系的立委林俊宪说我们只会有毛毛雨的时候，请大家站出来，让民进党赖清德看看这个毛毛雨有多大。凡是依法申请的请愿游行，我们都尊重。因为国民党起诉书的内容，甲部分的媒体报道的内容真相像，互台北地检署防止其侦查的内容有流出去。针对这点，地面检表示，台北地检署在侦查处理并无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嘛同步进行行政调查，会当受社会公平。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基隆港外海海底的电缆传出去，互一只中国的货船拖转去。因为昨昏是随搁出现另外一只伫咧石门的外海咧踅。专家讲，中国这种手段有可能是要试探咱的资讯封锁甲应变的能力。呼吁咱国政府，若是发现有各样的情形，就应该强势执法，上船去检查。怎么样？是完全没有动力，还是有动力？还有船上的他们现在是否安全？采光暗时10点外，这只蒙古籍货轮保顺和海巡发现离岸伤近，好亲像有航行安全的顾虑，所以派出100吨级的巡防艇去查处。车想要看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我就会起锚离开。发现蒙古籍保顺货轮于草里东北2.6海里。距岸过境，立即通报基隆港信号台。经过海巡人员甲蒙古籍货轮无线电通联，确认是主机故障路程维修，伫7日透早起定持续向东北方向离开。按国根据军事专业记录到的航迹图，蒙古籍货轮伫石门外海航行1阵仔，捌近花将近400公尺。同款伫电缆区域，互人联想到车衫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只货轮虽然挂喀麦隆国旗，按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只船属香港注册公司，登记主管是中国公民。同时，当时航迹图认为电缆受损不是单纯的事故。目前，这只货轮已经航向釜山，海巡署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请求韩国当局协助调查。近年来，中国商船也是渔船，定定参与强军伫台海周边常态性军演。专家是烦恼伫无明确区域行动，恐惊是伫测试对于台湾的资讯封锁。它当然的目标就是海底电缆，一个已经实际采取行动切断我们的电缆，第二个就是蒙古的货轮在那个地方游走，那有可能是在测试
或者是知道那个电缆的实际位置，那可能下一次就是直接切断那个电缆，也是一种演练啊。那就是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根据2023年修订的电信管理法，对偷窃、毁坏还是危害连接的缆线等行为，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立委呼吁，除了法律的执行，海巡署甲校委会即时应变能力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晖是第4届来咱台湾。在演讲当中，伊讲中国是美国重要的对手，嘛讲中国的习近平无大甲会当决定咱台湾的未来。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让台湾公平踏入去世界舞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受台湾民间组织复活会的邀请，设立第18来台，一开始就强调世界要迈向永久和平，美台有共同的使命。People here in Taiwan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ceeding in continuing to build this model out will not solely rest at the fee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team. It will be shared with Taiwan. You will be crucial in this effort. Free nations, especially those in this area, in the Indo-Pacific, must send an unambiguous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you are free, that Taiwan is free, that Taiwan is independent, and it'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it. 早伫美国总统川普确定伫去年7月得到提名了后，9月复活会就开始接触，最后确定伫美国选举了后来台。捌是川普任内重要内阁的蓬佩奥认为，川普伫点控的时代，中国绝对是美国重要的对手。不过也再指出表示，习近平绝对袂当决定亚洲甚至是台湾的未来。We referred to them as an adversary, right? This language mattered. It was hard fought. A bunch of us were in there arguing for even stronger language, but we made clear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posed a substantive ris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 time. There are complex questions about how to achieve that. We battled them too. Much like Taiwan, we had a significant piece of our economy tied directly to activity inside of China, and so you hav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at bear on this as well. 对台湾伫国际地位定互中国打压，蓬佩奥是呼吁川普政府应该互台湾伫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参与世界舞台，不管是学术、商业，甚至政府甲政府之间，拢有更较亲密的接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宣布要甲执政党，也就是自由党党主席的职务辞掉，结束伊要10年的政治路。而且伊讲，伊会留任一直到自由党选出新的党主席。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准备要发表谈话，才行出大门，一阵风吹来，放伫台顶的演讲稿也甲规涂骹。杜鲁道今年53岁，伫记者会有重大的宣布。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英国 BBC 报道，杜鲁道伫演讲讲，伊不为中产阶级所做的努力，包括低收入公民减税，通过全国脱离计划，将部分的加拿大人日托费用降到平均一天10加币，差不多大票228块，也对推萨加加拿大原住民社区的和解感到骄傲。也个永续经营水资源，甲为气候变迁政策所做的努力。不过伊无讲到，可能互大家拢记条条的就是2018年和俄罗大麻合法，也那遗憾的代志。伊承认讲，伊无做到选举改革的承诺，就是改变伊得票数上侪候选人胜选的简单多数字。I am a fighter, and I am not someone who backs away from a fight, particularly when a fight is as important as this one is. But I have always been driven by my love for Canada. 差不多2年前开始，民众对高物价加厝无够大感到不满，杜鲁道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民调也显示，自由党伫咧10届选举输予保守党，逼退的声音就愈来愈大。去年12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因为政治意见无同，辞掉财长的职务。其实幕僚认为，行到今仔日这步是无法度避免的。杜鲁道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2013年正做自由党党魁，2015年做总理。
里，伊捌带领自由党行做上黑暗的时期，也因为政治世家的身份，让我先做引导，伫国际政坛领导人内面正受注意。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伫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市中心宣布要开始扣踏车税，针对车上坐时阵会扣至少大票297块，希望安尼会当解决踏车的问题。纽约曼哈顿中城区的中央车头附近，总是聚集大量车阵甲人阵。年这时阵，交通更加是大塞车。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礼拜返点开始，纽约市要带头对进入中央公园以南地区的车收踏车费。The system has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midnight. 1,400 cameras, over 110 detection points, separate detection points on the borders of the congestion zone and within the zones. There are well over 800 signs, and there are 400 lanes of traffic that are within the zone. And drivers are going to start to see the toll charges appearing on their Easy Pass bills in a few days. 这个收费的措施规定讲，平常日透早5点到暗时9点，也有礼拜四透早9点到暗时9点的高峰时段，小型的车进入踏车区要收$9，大约是新台币297块；大型的车要收14到21美金，不是高峰时段，多数的车有权要付$2.25的费用。交通官员指出，收费区每天有70万车次驶入来，地势踏车严重。上惨的情形，平均时速敢若11公里，一寡路段甚至比行路更较慢，所以希望用收费的制度了后，会当减少塞车，才袂浪费人的时间。Buses are slower than walking in much of Midtown. We want to see if that can be improve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mergency response times, fire trucks, police cars, and most of all ambulances can get where they're going faster. 交通当局鼓励大型的卡车加利用深夜拍折的时段来送货，让这次的交通更较顺。另外，新措施会伫2028年把费率调升到12美金，2031年才搁起到15美金，希望总到150亿美金的经费来升级纽约的大众运输系统。不过，纽约市有居民表示，收费会对当地生理造成损害。而且出事甲大汉的川普也捌讲，若当选总统会废除这项计划。实际上，这款收费的制度已经伫伦敦甲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实施真侪年。不过，面对川普要上任，纽约踏车费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央甲地方的对立，敢要继续实施，有关有变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宪法要求国会爱伫咧总统选举了后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确认候选人伫咧各州摕到的选举人票，认证当选的资格。美国国会今仔日伫咧副总统贺锦丽甲众议院议长强生的主持之下，认证川普拍赢去年11月份的总统大选，成做美国第47个总统。菲律宾的渔民去年年底伫咧中部附近的海域，发现一只那亲像是中国的无人畅水器，可能会用伫咧卫星甲其他水面单位的通信，互双方伫咧南海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菲律宾的议员呼吁，应该扩大美军伫咧菲律宾活动的范围，来反制中国的侵扰。来关心西班牙这有一个大学生驾西亚，伊来咱台湾的淡江大学做交换学生，在一大伊休馆的时阵去泰国旅游。伫保护区甲枪洗分尸，煞是去互枪攻击，送病院了后还是救无转来。淡江大学讲已经有启动协助机制来处理后续的事项。镜头转来咱国内，屏东九如有一个60岁查甫人，伊去布华边咧运动，毋过煞是去互3只龙洞狗攻击，是规分尸全伤。官府讲，外口的狗仔是唔通乌白饲，唔通甲白锁啊，会防认定是主人。若是害人着伤，就爱来打责任。救护车沿布华边一直驶，总算到民众倒落的所在。初步高伤了后，赶紧甲人送医。一日透早，查甫人运动的时阵，经过苏清园公园挖近保护的方向，去互3只龙洞犬围攻。3只拢无放，第一只挖就为下体落啊，拖来拢一直唔放。
其他两只来啊，就撕扯这样子啊？对对对，四肢上有迄种条痕啊。查某人互龙洞犬攻击，拖将近20分，才有人发现。送医了后，规身躯焦土，嘛有真侪开放性的伤口。查某人讲，攻击伊的狗仔敢若有人饲，因为当地是伊固定运动的路线，有看过其中一只狗仔有生狗链啊。生殖器的地方，然后有个伤口，而且生殖器有些外露的情况啊，这个是比较麻烦危险的。现在抓了又当地野放啊，用脚棍嘛，当地野放，但是野放以后一段时间脚棍会掉。附近居民嘛讲，当地龙洞犬数量未少，常常出现热人的情形，公所嘛真头疼。介济野狗吼，啊有几只咯就这。7、8只可能走袂去。公所呼吁民众发现野狗规定，都要赶紧通知。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是提醒民众，有当时龙洞犬较会占地盘，规定出现的时阵，莫甲狗仔相像。不要跟它呢有眼神的对峙，然后呢尽量放慢动作，慢慢的通过，或如果可以的话绕行通过。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就稍微降低、放慢、停止动作。中华现场确实有龙洞犬伫遮，县政府嘛讲，若是有饲养龙洞犬甲白鼠的行为，都会互人认定是饲主；若是本身饲养的狗仔家人，安尼都爱负相关责任。县政府原来会甲掠走，甲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的时阵，台北有一个1岁查甫囡仔，号做凯凯，伊去互年母苦毒死亡。负责去访视的日后联名一个姓陈的社工，检方认定伊写的访视报告是假的，要来暗藏事实，所以照过失致死甲起诉。查询伊出庭，要是坚持伊无罪，强调一切拢有照社工的服务流程来处理。双手插伫落地啊，规份书包安安。伊是日后联名姓陈的社工，伫查甫囡仔凯凯互苦毒死亡的案件，互以过失致死等罪嫌来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找了头一届开庭审理。解释也不认罪的意思，有没有什么都不承认吗？无到半点钟，开庭就结束。这个姓陈的社工涉嫌访视不实，甚至伫凯凯死亡了后，赶紧甲日后的高层创一个群组，修改访视的报告，佮讨论要安怎来因应检警后续的侦办。不过面对检方的控诉，伊伫法庭要是讲伊无罪。最主要是问题是说，你当初应该在访视的时候，你没有去确实的做访视嘛？那不然怎么会就是小孩子的额头这个伤这么明显的？结果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涉案的社工唔认罪，伊主张检察官起诉的内容伊拢无做，或者是对伊有误解，佮讲伊无写不实的内容。照社工服务流程，拢是先做笔记，事后才佮登记。伊的委任律师嘛讲到，被告每个月拢有访视，也佮无定时敲电话，佮用信息联络。不过起诉书引用真侪规定，相关的工作事项拢并不是伊负责的。他根本就是主谋，如果他不是主谋，没有办法解释他一切诡异的言行，利用社工职责围堵掉凯凯全部得救的机会。社工他在这么长时间去做探访，他不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个孩子有任何的异样。社工就是把关，他应该去看保姆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异常。凯凯的死引起社会关注，嘛有真侪民众烧招去法院抗议。批评社工失职，台北地方法院开庭了后，照检方提出的请求，甲人限制出境。也若涉案的年母这对姊妹啊，嘛伫下晡阁开庭来调查。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伫新北市有一间私立的高职，去年11月份传出学校有霸凌的情形。家长指控讲，伊的囡仔去互拍甲闹火，也若老师是讲是伊家己挑工要去互拍的。甚至学校伫咧第一时间若无通报，教官还阁要求学生爱甲翕的影片拢删掉。目前教育局是讲会阁详细来调查。那种最爽。较伊查甫同学摕卫生纸卷，动作看起来真笑真样。想要踢到较悬的查甫同学的喙内底，互撒开了后，双方以持对答。边仔同学是咧看闹热，伊伫咧发火发休。上起事的查甫同学刷落来整过去，互拍的查甫同学袂堪伫，敢会当求到边仔甲喙吐出血。新北市一间私立的高职，去年11月传出校园霸凌，获证的学生的家长找到出面控诉校园疑似暗砍，老师也唔关心，佮讲学生是挑工徛咧互拍。
教官有说，他主动跟我提到说，他有叫班上的同学删影片。我问说，这都是证据啊，为什么要删？那教官回我说，这个会影响学校的校誉，硬要把这一个卷轴往你嘴巴塞，你要不要打？怎么会是我自我保护变成是我出手出拳？这个是完全是在背离这个事实的原貌。家长指控老师在保护拍人的学生，相片当看到受伤的学生，伊的目尾甲喙皮拢肿起来，腿甲腰也拢有乌青，必须爱食爱困药啊才会当困去。双方家长调解破局，家长决定提告伤害罪，也这个校方是安怎无第一时间通报校安。我们也没有去延迟通报。我们基本上第一时间点，我们是把它当作2个学生互殴，这2个学生彼此都有动手，教官第一时间也是把学生找来问，是什么状况？是学校通报处理过程认为有延迟校安通报疑虑，会函文纠正学校提交检讨报告，后续并送私校咨询会议就责处理。家长希望有第三方的单位进行调查厘清事件。对此，教育局回应讲，本来已经召开审查小组会议，外聘3位教育部人才库的委员组成调查处理小组，针对双方的冲突甲疑似霸凌的行为，会赶紧进行调查，绝对袂吞论校园霸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学生逐班食牛奶的这个政策，中央即马话要冻点，也若台北市是讨论要继续来推动。为4月份开始，互学生囡仔会当摕学生证去超商领。班班啉牛奶的政策自去年9月份实施了后，因为造成教育现场混乱、牛奶保存运送侪方面的问题，行政院伫去年12月宣布停办。不过地方政府希望继续推行，亲像台北市教育局目前就规划甲超商合作，希望互学生会使摕数位的学生证去超商领牛奶。家长表示，去超商会较方便，牛奶也较轻。因为他们如果在学校喝是下课的那段时间，其实还蛮赶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可以自己去领，然后拿回家喝，我是觉得还 OK。是去超商直接可以换，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小孩就可以喝到比较新鲜的牛奶。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这是对囡仔成长营养有帮助的政策。目前规划逐学期供应18到20届牛奶，逐礼拜至少领1届。只要是台北市公立国校的学生，拢会使摕数位的学生证领。考虑有的学生看区域读册，所以目前也甲新北市讨论，会当看相同领。每次呢可以去兑换20到25元大概236ml的鲜奶。那除了鲜奶之外呢，也可以来兑换保久乳或豆浆。主要呢就是采用台北市学生的数位学生证，它本身也是一张悠游卡。台北市教育局表示，目前持续咧向中央争取预算，也已经甲4大超商讨论好相关系统的建制，规划伫4月份施行。也若新北市甲基隆市讲，若是中央确定有补助，因会对咧做。新北市的规划偏向地区牛奶运送的机制，基隆市是表示会配合加入学校的营养午餐，让学生食了营养佮健康。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若要做生理排胆，为着要省成本，有的人会去买一种3轮的电动车，会当兼载货佮排胆是真利便。不过，这种3轮车是袂使挂牌徛起伫路面，若是违规者，毋但车会去互扣起来，也佫会去互罚钱。这台电动车雄雄对面车道切入来，骑车的民众是赶紧打动避免弄着。不过，斟酌看，这台电动车有3个轮佫无挂车牌。监理站表示，这都是大家讲的电动嘟嘟车。这几年有业者对中国进口零件入来台湾岛，真侪店头家上阵唔免纳税金甲保险，有人会买来送过，也是改造行动的单车来使用。依法他没有办法取得审验合格的证明，所以没有办法领的牌照。它是属于拼装车的一种，可能依法就是它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依法不得于道路上行驶，违反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举发，禁止其行驶及车辆应予没入。交通大队强调，这款电动3轮车无牌照，若是互查到，会先开一张3600到10800块的罚单，而且会当场扣车，禁止继续驶伫街路。拄则买一台中国电动车做生意的头家，伊表示买车的时阵唔知这款车袂当伫街路驶，若是政府愿意开放领牌，伊嘛愿意配合检验，合法上路。
我们也希望挂牌，挂牌都跟机车一样了嘛，当然是好事啊。同款无牌照的，阁有老大人代步的电动车。这款代步车是行人辅助，敢若会当伫咧人行道阁有顶啊卡驶。交通大队嘛呼吁，电动代步车千万唔通违规徛伫车路，除了后发生交通事故，警察嘛会当开罚单。记者邱兆阳高雄采访报道。为着民众的健康，卫福部推动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家己中部英国是咱国内种槟榔种上济所在，到头也是有的人是靠槟榔来转食的。不过，伊嘛烦恼讲，这条法案若是通过，因的生活可能都会掉顶。社区的长辈早时就来到青雅加工厂开始无闲。中部乡是家己县种青雅上济的所在，伫这个产业当中，若有种的农民、加工厂的员工，佮有槟榔档的业者，因拢对卫福部要推动的槟榔专法真烦恼，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考虑增加民众的经济生活。超有百几万人靠这个槟榔产业嚟维持生活。啊，这槟榔产业哪个瞬间，怎啊因为安尼花去，足侪人的生计受到问题。这政府敢有考虑这个人何去何从？中部槟榔产销会表示，这个专法除了针对食槟榔的消费者以外，产地用药的安全、槟榔档的营业登记，政府拢无了解因拄到的问题。希望政府莫干那定法律，嘛会当有配套也是辅导的空间。影响真大呢，因为像迄那货柜屋啊，是铁皮屋那一种。啊，因迄拢伫基林地嘛，啊，基林地伊迄无地址啊，无地址，阮要哪去办营登？咱政府冲出了立法，伊无考虑到咱目前民间的现实现状，咱的政府会当详细透过公听会也好，下乡来还百姓直接来第一线来讲，会当找一个折中的所在。槟榔产销会指出，为了民众的健康来管制槟榔，因会当了解，因只是希望会当豆豆仔来减少对产业的影响。目前已经串联9个县市的槟榔工会，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做伙找出互相接受的法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2025年经典的大戏《七世夫妻》，这一届资深的演员是带少年辈做伙来扮演。按算伫咧今年的8月份，会伫咧台北的城市舞台来演出，要互大家看七世夫妻美丽佮感动人的故事。台顶表演的歌戏戏剧，合作七世夫妻，内容是咧演金童玉女两人因为做唔到代志，互玉皇大帝处罚到人间，两人必须轮回七世，爱甲真辛苦的故事。因为第一世，比如说孟姜女加万喜良，那第二世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第一世安尼转落去安尼。这是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所制作的经典大戏，会用3天的时间分做7场来演七世夫妻的故事，为着要世代传承，规出戏对导演、制作、音乐、执行等等的职务，拢是560岁之前的资深前辈来带领。如果那这戏是用5年级的这个员工来演这出戏，其实阮无压力。阮真无压力，但是因为这摆阮最主要是一个新团的意义。那么这个新团的意义就是讲，阮希望将咱少年的这个演员会当撒去伫舞台顶，吼，真侪观众朋友了解。基金会表示讲，即马有真侪20几岁少年人愿意来学歌戏、唱歌戏，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因嘛希望歌戏的传承会当亲像这出七世夫妻的大戏共款，代代流传。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东县十家将的文化已经有67年的历史啊！即马要争取登录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目前已经开始咧审查。台东大学嘛设计十家将新的游戏、甲签诗，也佮有囡仔册，希望会当互大家了解家将的文化。听讲十家将是文化大地，带到民间来驱邪祈福，拢总有13回，每一个家将的政府无同，面谱甲服装也无同款，为真威严惊人。为了好民众会当了解这款的民间风俗文化，台东大学的花旗文学系师生就会用文学角度甲台东县综合奖合作，设计数位游戏、签诗绘本等创意民俗文创品。为什么是星光与阴影同时？我遇到不幸运的事情，但是别人都遇到幸运的事情，但是其实
实在很多时候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因为我们是华语系，然后用文艺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命运跟文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样。家长通常伫庙会活动由真人来扮演，外界定将这款的文化甲中大生也是帮派上做伙造成误解，也失去文化意义。台东县文书工作者甲庙方为了保存在地有67年历史的习家长文化，佮改变外界对家长文化的误解，特别申请订入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成做台东县第一件以家长名义的文化资产。我们的脚步跟脸谱始终是保持着我们从东港过来的时候的一些传承不曾改变。不过它蛮特别的是，它是以石家将这种画脸着装出居的一个过程当中做一个登录。文化处表示，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认定，主要是以人甲社会经济互动关系为主。石家庄伫台东县的民俗文化受到地方肯定，目前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今年有希望通过未来会甲关照条件早下单侪名的宗教类文化资产。广西新闻采访报道。2025年的金球奖结果出来啊，得奖的名单是受到大家关注。日本的电视剧《幕府将军》表现是真出色，真田广之摕到最佳男主角，是头一个摕到这个奖项的日本演员。也那这出戏还佫摕到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还佫有剧情类最佳影集，等于是所有的大奖总包。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届电视剧最佳男女主角拢是亚洲人得奖。And the Golden Globe goes to Hiroyuki Sanada. 金球奖颁奖典礼初5伫加州登场，台湾观众并无生分的真田公之伫《幕府将军》影集中有精彩演出，荣获最佳男主角奖，伊也是第一回得到金球奖时代的日本影星。Thank you, Golden Globes, for recognizing me.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these great nominees. 幕府将军摕到最佳影集、最佳男女主角、甲男配角等4大奖，是电视类影集的上大赢家。颁发影帝奖项的戴米摩尔，伫出道45年了后，以旧烈这片提早戏剧类的影后。Today, I celebrate this as a marker of my wholeness and of the love that is driving me, and for the gift of doing something I love and being reminded that I do belong. Thank you so much. 片长超过200分钟，描写大屠杀幸存者移民美国的楚汉派建筑师，摕到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甲最佳男主角3大奖项的肯定，导演上台会当讲唔敢相信。I have to thank everyone up here who over and over again bet on this film that kept falling apart, and they stuck with it. You know, through thick and thin, really. So thanks to all of you. I really love you all very much. 另外，以毒品犯罪为主题的超现实音乐喜剧《毒恶女人梦》也摕到音乐也是喜剧类最佳影片等4个奖项。伫片中扮演女律师，帮助白雪狗毒枭变性展开新生活的罗伊沙达娜，摕到女配角的是金福东。My heart is full of gratitude. Thank you so much to the Golden Globes for celebrating our film and honoring the women of Emilia Perez. Thank you so much. 金球奖预防看作是奥斯卡的风向球，什么人阁会赢获小金人的肯定，各界拢在看。广西新闻张桂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18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
一礼拜拢会真寒，提醒大家都要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